来看这条新闻，有影是足憾的。伫咧台东呢，有一台这诊所医疗服务专车，昨接一个这西药剂的病人要去看诊，行伫咧路里，所以发现讲这个专车的车后斗门无关，病人连轮椅伫咧顶头是安尼害来害去，有影是足恐怖的。诊所表示讲，这驾驶是来代班的，唔知影要安怎做。那警方也认为讲，安尼生已经违法了，上当会当罚到800块。这台小巴士开伫个路的后车厢拍开拢无关，车顶有2台轮椅，而且拢有坐人。尽管车速无紧，不过这情形，甲后壁赛车人惊一个，就惊雄雄动起来，也是讲一个斜弯，人客摔出车外，落来受伤就害了。这很扯，那2个老人家都掉下来怎么办？我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我怕他掉下来，我就先走。当天是这一台啊？对，当天这一台。这惊险场面就伫台东的平龙路，诊所家己的医疗服务专车，疑是甲2台轮椅的病人客上同台车，所以车厢才关袂起来，也无啥物锁啊，也是物件甲固定起来，就安尼开上路，引发风波。其实我们有请他在那边等我们，左2趟，或者是等我们司机过去，等我们的他的另外一台车，另外一台车去支援，他就给我就偷的开了。他就跟我讲说，他病人爬不上去。而且病人2个都没有家属在旁边，他自己一个人抱不动那些病人，那2个病人，他就把他们2个放在后面的车厢，结果这样子很危险啊！这样子我们是不允许的。案发诊所说明，司机本身也是朋友，平常时无头路，找伊兼差做代班的司机，20派伊载2个西药剂的病人，平常时靠4脚拐啊来行动。因不患者迄天因为脚无力，无法上车，也来伊无等诊所支援的车来，就先改用轮椅来接送，就安尼甲伊载出去。后车门未关驾驶上路，有违反道交条例第30条等相关情事，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司机谈方便安尼做，加载无造成事故，也毋过无顾到乘客安全。警方也看到这个画面，认定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相当的罚款18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